位同學你哋好，歡迎翻嚟國峰老師嘅教學頻道 VMA。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都好羨慕有啲人唱歌好高音，話俾你唱到啊好高音啊，哇嗌到哇天花龍鳳咁樣，全場都震撼晒咁。咁點咧？但係你諗下喎，一首歌我哋有起承轉合，如果你每一首歌都唱到下下都要飆高音、飆高音、飆高音，咁會點啊？可能會反效果，你自己唱得辛苦，啲聽眾又聽得辛苦。OK， 就當你唱高音好好聽，咁但係呢個欠缺咗一個層次。如果唱歌可以有一個高音位調節到一個假音位，你諗下成件事嘅層次會唔會好好多？試諗下，用下你嘅幻想力。不如咁啦，我用一首歌嚟做比喻，張天賦嘅《秋》嗱，其中一句歌詞係咁嘅。如果我有一個好高音，全部用真音上，聽住咯喎，為何愛你不到，無從伸手就抱。我唱到啊，你哋都可能會唱到啊，但係聽落嗰個會唔會好舒服呢？未必㗎喎。頭先我亦都講過，一首歌要有起承轉合。如果我哋將呢個高音位喺開端嘅時候轉成一個假音位，咁呢件事咧慢慢就會層次上啦。假音哦，第二段嘅 chorus 你又唱翻好高嘅音，之後再慢慢收翻落嚟，咁成件事咪完美咯？就好似咁樣啦。為何愛你不到，無從伸手就抱。或者我做另一個示範。為何愛你不到，無從伸手就抱。你諗下，成件事嘅情感表達係咪令到人哋覺得你哇有啲好凄慘啊，有啲好哀怨嘅共鳴感覺？如果一個男士，我唔知點樣去練假音喎，好簡單嘅啫，你試下扮女仔講嘢啊，就好似咁樣啦。你好嘛，個正常男人會咁講啦。如果換成你扮女仔講嘢就會你好嘛，你好嘛，將個位擺高少少，咁你就唱到個減出嚟啦。跟住我唔係喎，Penny老師，我呢世人係唔會扮女人嘅，都唔緊要，試下扮一隻好出眾嘅迪士尼人物，就係米奇老鼠啦。你好嘛，你好嘛，你好嘛。嗱，久而久之咧，你就要知道假音係點樣去形成，跟住再慢慢去練習，將每一句歌詞重複咁樣用假音去唱。為何愛你不到，無從伸手就抱。開端嘅時候用呢個方式去唱，之後到結尾嘅時候，因為隨住音樂嘅澎湃，你情緒亦都會澎湃起上嚟，你再用翻個真音去唱，咁成件事個層次咪非常之高咯。好啦，剛剛我示範完之後，我恐防你哋唔係咁明白，咁不如咁，我將呢兩句嘅段落逐個話俾大家聽。首先，為何愛你不到？首先為何？我哋嘗試用嗰個真音去唱，為何？跟住再轉假音，為何愛你不到？跟住接住無從咧，我哋用翻個真音，無從伸手就抱。呢種就好明顯地真音轉假音，真音轉假音。大家多啲去練習，一定幫到你。大家記得啦，訂閱我哋 VMA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記得點讚。誰都可發光，梗係揀呢個地方啦。